中国籍的配偶到底要爱几档才会当入咱台湾籍咧？民进党团是提出草案，要求中国籍的配偶要入台湾籍，就要先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而且嘛爱宣誓效忠台湾，佮爱经过考试。陆委会是回应讲，这中国籍甲外国籍的配偶，因的基础其实是无啥共，所以爱考虑好清楚。也那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讲，要入台湾籍，这是有必要的。 国民党团准备推动陆配处理两国身份证年限为2年改做4年，民众党团也表态支持，引起社会讨论。今嘛，立法立委也提出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草案，将定陆配入籍爱宣誓放弃中国公民身份，甲效忠台湾，也爱甲外配同款经过考试等规定，才会当得到台湾的身份证。 在宣誓里面提到说，我放弃中国籍，并且效忠台湾。那这个宣誓的条例其实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如果你违反里面相关的规定，你必须被注销户籍。民进党立委提案陆配入籍宣誓，那也立委批评无应该意识形态看台，在台陆配也讲出心声。 以前都不需要宣誓，那为什么现在要宣誓？如果我不爱台湾，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20年？ 我早就回去就好了。黄捷委员不要放大，用意识形态去看待问题。对于陆配、外配的陆籍，我们也不应该有歧视。修法版本的宣誓有法律效力，违反会防注销户籍。 提案今次可行，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陆配宣誓是陆委会权责，内政部主管国际法，也毋过伊认为宣誓效忠中华民国是应该有的提议。我想对于国家的一个宣誓啊，我相信是很多人大家会认同的。毕竟要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效忠这一个国家，效忠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提议。 陆委会主委胡泰山表示，陆配甲外配基础是无同款，需要同盘考量，相关配套应该由立法院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